天上必定要释放我们同心奉主名，祷告超自然运行，不靠灾难和势力，我们一定得胜利。关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必定要捆绑；关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必定要释放。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为你而活。有可能，你是全能真神，是无边又从死里复活，相信就有奇迹。凡事都有可能。兴起发光教会，改变生命，翻转这世界，国度全能彰显。凡事都有可能。有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主复活日子，amen，阿妹，好吧，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站立起来。那我们在上帝的殿中，我们要先来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敞开心，邀请耶稣、上帝的灵，现在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不仅带着感恩的心要来赞美。我们相信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阿们，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用右手来摸住我们的心的地方，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早晨的领受来祷告，让圣灵今天要运行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个时刻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主啊，让我们的心全人全心来献给你，主啊，我们敞开我们自己，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今天早晨这个时刻，我们不是陪着别人来做礼拜，来敬拜你，乃是我们真实的与你来面对面，主圣灵，请你这时候高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经历那上帝的丰富，神的慈爱，愿你充满浇灌我们在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不好？这个时候你喜乐说圣灵要浇灌充满我们吗？阿门吗？阿门。好不好？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拍手说哈利路亚，来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神要同在在我们当中，阿门。上帝要与我们同在，阿门。我们一起来歌手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从日出到日落，我要跟守你的他们，你在黑暗中诉说你的同在。我要跳舞赞美他，击鼓弹琴响看欢呼，愿在
手举起来，拍手荣耀归真神。我的心情来歌唱，万物要向你敬拜，高声赞美神，神与我们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让主的爱敞开你的胸怀，歌唱神同在，欢呼神同在，眼前的伤心神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让主的爱敞开你的胸怀，歌唱神同在，欢呼神同在，眼前的伤心宣告神同在。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拍手荣耀归真神。我的心颂赞主耶稣，你神是荣耀，神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让主的爱敞开你的胸怀，歌唱神同在，欢呼神同在，眼前的伤心宣告神同在。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拍手荣耀归真神。颂赞主耶稣，你神是荣耀，神同在。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拍手荣耀归真神。我的心起来，你神是荣耀，神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让主的爱敞开你的胸怀，歌唱神同在，欢呼神同在，眼前的伤心宣告神同在，眼前的伤心宣告神同在。眼前的伤心宣告神同在。哈利路亚！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阿们。这是神大能要彰显的地方，阿们。好不好？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他，享受在他的同在里面。哈利路亚！好不好？让圣灵今天来触摸我们，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他的能力，彰显天父的大能，神的爱来浇灌充满我们，触摸我们。
上的门，我们要你怜悯恩典，我们要更迫切地祷告，我们要你生命的能力彰显，就开启天上。再一次说，我们要你的怜悯，要你的恩典。我们要你怜悯恩典，我们要更迫切地祷告，我们要你生命的能力彰显，就开启天上的门，救赎我教会，激动人的心，复兴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我要有怜悯的心，如耶稣怜悯我，求圣灵恩雨降临。受那天父的爱，一起来唱。我们要你怜悯恩典，我们要更迫切地祷告，我们要你生命的能力彰显，就开启天上的门，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我们不配向你祈求，但渴望看见你的荣耀，恳求不是这
生灵，恩雨降临，求生灵，恩雨降临，求生灵，恩雨降临。来说，求生灵，恩雨，求生灵。主，你圣灵大大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多与你连接。我们要感谢你，为我们付上那代价，我们要唯一的对他。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救赎我，把我保留接纳我，一心全意，我为你而活。呼召我，分别为圣属。到底，永远不放弃。我要宣告，凡事都有可能。你是全能真神。凡事都有可能，心情发光照辉，改变生命，翻转这世界，国度全能彰显。永远不放弃。
宣告，凡事都有可能。你是全能者神。
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一样站立，来攻读新的诫命。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下。我们同心来祷告。天上的父神，凡有血气的要赞美，有膝盖的当跪拜。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晓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是他的百姓，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神啊，人因有罪，时常犯错，得罪上帝。但是上帝因着怜悯，将独生圣子赏赐给世人。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担当了众人的罪，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神的百姓身心灵得着自由。因着主耶稣，我们白白得到恩典，那要用什么回报呢？神说：“我不要祭物，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只要他的百姓谦卑顺服，与子同行。”感谢赞美神，感谢主耶稣的救恩，更教导我们当行的道。神说要积财富在天，投资上帝国度，引赚不赔。祈求圣灵感动帮助，让慷慨与分享的心赐给神的众百姓们。神说若欲给人的，上帝必加百倍的赐福，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尽全的服侍与奉献。神说早必早着，行必行道，敲门必开门。感谢神，凡是我们需要的，在神的国度尽全的向他摆上，神必赐福给我们。凡是靠着祷告，靠着祈求，神必加倍恩赐给我们，让我们的上帝的国度丰盛有余。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高雄中会第90届第2次议会于7月7号星期二上午在茄点教会召开。本会获颁何一来宣教10年新倍增，2019年教会成长达成目标优质奖，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第二点，小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自本主日起聚会时间恢复正常，敬请兄姐留意。第二小点，防疫期间敬请配合量体温、酒精喷锁，若需要请自备口罩。第三小点，通过任命陈木英老师为本会教会圣歌队指挥。第三点，感谢上帝坚固保守，本会敬拜中心冷气工程已施工完成。自本指日起，敬拜中心指日第3场礼拜恢复正常，欢迎兄姐踊跃参加。第四点，下周指日7月26号为九启堂教会指日，欢迎卢辉哲牧师前来讲道及募款，敬请兄姐预备心奉献及代祷。第二大点，肢体消息。第一点，区长会议定于7月21日星期二下午6点召开，地点教会办公室，敬请区长准时参加。第二点，宣教小组会议定于7月21号星期二下午8点召开，地点是在地下室小会议室，敬请组员准时参加。3、70庆典组会议
定于7月28号星期二下午8点召开，地点地下室小会议室，敬请组员准时参加。组员名单有陈建烈牧师、潘志豪牧师、方立中长老、于海平长老、刘元谦长老、陈美玲长老、赖文生执事、黄忠胜执事。第4点，儿童牧区实践儿童营会，于7月28号到7月31号，是星期二到星期五。开办的对象是研小1到研小6，费用800元，地点在敬拜中心，请于7月22号星期三前向吴思婷传道报名。第5点，互自社消息。第1小点，社员消费性低利率贷款15万元，利息年利率3.6%，即日起至11月30日截止。第2小点，社员在职军公教警贷款30万元，利息年利率是3.6%，即日起到11月30日截止。第3小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年息是1.8%，欢迎社员有意贷款或转贷，请向互自社洽询办理。第3点，教界消食，请陈建烈牧师。好，我们有高雄爱修会的活动是8月10号到11，那我们要参加的7月22，就是再来的礼拜3之前要报名啊。那我们第2点、第3点都是有关于这个后新冠时代的应用之道，无论是在武昌教会的、前进教会的，请我们有关心这个讲座的能够参加。我们教会之前的干事，他现在是陈佩文传道师他要在圣心教会封牧我们要参加的请能够向办公室报名在8月2日之前最后就是我们高雄中会双联部有举办年礼的活动，地点在永坑城堡餐厅，要参加的请向蔡顺年队长报名。那队员是补助500块每个人是1200块。以上报告。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刚在我们补充消息的第1点，就是8月10号跟11号高雄爱修会呢每年呢都会在中华电信训练所举办一个爱修会。那这个爱修会呢因为小弟有在参与在这样一个服事的当中，我感觉那个是所有最轻松的一个聚会那边呢你就是安静，能够静下来，能够与神亲近，然后大概前后2天的时间。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真的欢迎你参加。你参加过1次之后呢，你会爱上它，你会喜欢上它，因为它是它所有的聚会的当中，最少在我目前所有参与的无论任何的这样一个特会聚会的当中，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聚会那如果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要报名欢迎等一下在截止日前跟办公室来报名呢，那么小弟呢可以给你们接送就是说去跟回可以给你们接送但是如果超过，那我另外再做安排。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是我们敬拜中心的这个华语场啦就是分开了所以我们有2个礼拜大家结合在一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14排呢做的也将近也快满感谢主，表示我们的教会呢是不断的在增长。那也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是渴慕主的，是赞美主的，阿们。那么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敬畏上帝。那么有一个牧者，他对敬畏这2个字呢他写得非常的棒，在这里跟各位分享，就是所谓的敬，我们要重视对上帝的敬；所谓的畏，也要常对上帝有畏。我们对上帝有尊敬，然后我们呢又在生活中呢对他有敬畏的那个畏，那么来讲的话，就可以使敬畏上帝这4个字呢成为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中心。因为敬畏上帝呢，我们如果能够敬畏上帝，表示我们很尊敬他，又很畏惧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有所的一个警醒。何西阿书6章3节也这样写的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鱼，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阿们。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耶和华，不但要认识，还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就赐给我们春雨，赐给我们晨光，赐给我们滋润土地的这些雨水。那我们能够享受在主基督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享受他的爱。好，这里我来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聚会的哈。我刚刚在后面的时候就一直观察感谢主人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服侍哈，所以我每天呢，每主日在后面只要有生面孔我已经慢慢熟悉了经过几年来逃不出我的眼力啦也就是说呢，虽然现在戴着口罩还是微微的可以判断出他是不是第一次来果真有一位姐妹，她已经有参加我们第一场，她是从小港来她今天在寻找教会，圣灵带她到我们教会来。第一场她有参加我们的第一场那这次她也继续参加第二场，也参与我们的敬拜。坐在前面的江姐妹江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姐妹，可不可以麻烦口罩稍微拿下来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再转个头，再转个头，再转个头，挥挥手参与我们的聚会。好，我们的姐妹参与我们的聚会啦。当然啦，她参与2场第一场呢，可能第一场的弟兄姐妹有拍手过，可是呢，没有唱歌给她听过，好不好？我们唱首歌给她听，好不好？我们请江姐妹你起立，我们要唱首歌给你听。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是我们请安问候的时候，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虽然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能够拥抱，我们不能够握手可是呢，我们可以用热情的挥挥手，然后前后左右走动，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直来请安。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这里，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愿上帝的恩膏与你同在。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爱使我们相。有没有感觉我们今天的音乐不一样？我们继续来跳，一起，一面唱要一面跳，把上帝给我们的热情要动起来，所谓的活动要活就要动，来，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哈利路亚，我们拍手赞美神。好，告诉旁边的人。接下来要读圣经了请旁边的人叫他说，请坐。请坐下。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圣经，今天有两次，马太福音第一次是马太福音19章29节，因为只有一节，所以我读2次。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再一次，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第二处是路加福音，第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实质的身朵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再读一次，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实质的身朵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感谢神。赞美请教会圣歌队。讲到，我们请我们的主任牧师陈建烈牧师。今天的主题是做个天国理财家。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彼此说：“我是主羊。”感谢主，我们今天圣歌在唱的主是我的牧者，我是主羊。因为他是我的牧者，他必定会看顾我。他必定会供应我，他必定会引导我，他必定会赐福给我。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好像正面临水深火热的试炼，水深火热的试炼。
我们在台湾，大家感觉热吗？感谢主，看起来高雄很热，南投比我们更热啊，南投比我们更热，可能台北更热啊，花莲更热。我到东部，去到了那个60担山。现在金针花原本是要开花了吗？应该是要开花了，但是因为太热，而且没有雨水，没有下雨，下雨了它就开花了，但是没有下雨，它就开不了。所以现在60担山所有的金针花原本不会一次开，会慢慢开，但是现在连一朵都不开，因为真的是太热太干燥了。我们在西部有雨，但是东部一滴雨都没有，60担山一滴雨都没有。我们在台湾今年很热，但是我们看到日本水灾，中国华中地带都水灾，真的这个水灾什么时候要过去，没有人知道，好像疫情什么时候要过去，没有人知道。所以在看电视的看到，真的在中国的地方，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就做法去想说能不能把这个水赶走，这个水怎么能够离开他们我们可能想说鱼啊赶快下来，但是下不来，但是那边水啊赶快走，走不掉。但是我相信我们要真的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怜悯我们，上帝会怜悯我们，上帝是充满怜悯的上帝。当我们能够真的来到了面前，向他呼求，迫切向他祷告，好像之前我们前礼拜我们大专中心主任好像那个巴迪买那里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但我们这样呼喊，神一定会可怜我们好像那个税吏说：“主啊，开恩赦免我这个罪人。”我们向他呼求，他会赦免我们。怜悯的意思就是有同情，有可怜，但是不止如此，它包含了拯救。上帝的怜悯不仅他同情你，他可怜你，他还要救你。我们唯有能够向他呼求，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可怜我们，求上帝拯救我们。盼望这个世界疫情能够早日结束，盼望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气候，求主怜悯，要下雨的地方能够雨下来，不下雨的地方，主啊，求你止住。我们真的要祷告，感谢上帝。我们虽然面临很大的一个气候的考验甚至这样一个疫情的考验，我们也面对了很多的试炼，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相信上帝。上帝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他祷告，他会垂听；我们向他呼求，我们相信他是全能的真神，奇迹必定会发生，奇迹必定会发生。感谢上帝。最近牧师也听到很多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虽然在疫情当中，他们也经历到神迹。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牧师，最近这一波的疫情，我们的胜利原本是很清淡的，但是感谢上帝，因为在年初上帝感动他，要去为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退休的牧者奉献，他就真的奉献了。感谢上帝，虽然好像生意应该要清淡，但是上帝还给他一些订单，而且这订单都是大额度的订单，所以他很感谢上帝。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们出于神的感动，
出于神的心意，我们所做的，神必定纪念，神必定会赐福。我听师母很多小组员常常会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遇到事情就是祷告，祷告，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在疫情期间他经营的民宿应该是没有胜利的，感谢主，因为有一些需要隔离的，所以就有人来住民宿，反而这段时间他都客满，这真是恩典，这真是恩典有组员，上帝感动他说，他应该要11奉献，要守11奉献，因为我们能够当献的我们应该要给神的，我们给出去了，让神的虎顾丰富了，神一定会赐福给你。所以感谢主，他的生意不但没有受影响，而且他得到更大的恩典。他想要买的房子，神给他好像是低于行情的价钱，他可以买到这个房子。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上礼拜三我还听我们明清长老，他说他很少上去分享神的恩典，但是真的神在这个疫情之间，真的生意是差很多。那他想说政府既然有这个纾困的补助，他也要去申请。本来没有什么期待，但是感谢主，真的申请又快速，而且看起来那个纾困补助的额度超乎他想象，所以他非常感谢，他就真的拿了1/10要来奉献，感谢上帝。没有想到不久，上帝额外的恩典又临到了。他40年前早就忘记了可能投资这个好像是就当作没有了，但是没有想到都回来了，而且那个金钱的刚好是他们奉献，他就能够再一次加倍的得到这样的恩典。各位，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其实我们按照神国的原理去运作的，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好像今天刘长老在讲，我们要敬畏上帝。他从小就是从爸爸妈妈学习要敬畏上帝，忠心的服侍上帝。我们服侍主的不会突然，主都记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乎神的人，他用重价赎回我们。在罗马书8章32节，使徒保罗说，我们的神他既不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充满神恩典的人。神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其实万物都是他所管理的，我们只是他的管家。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管家。所以今天牧师要做个天国的理财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当我们在背诵主祷的时候，我们会说怎么背诵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他的国在哪里呢？他的国就在我心里，就在我们当中。他的国已经降临了，但是还没有完全降临。我们已经进入他的国了，我们应该要按照他的国度的原则原理去运作，他的旨意就能够实现。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神给我们原本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天国的好管家，成为一个天国的理财家。我简单给他做一个定义，什么是天国理财家呢？就是愿意按照圣经真理原则去理财的，这个就是天国的理财家。各位，在圣经里面有
2350处的经文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理财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兴旺爱书网，我们一定去订的话，可以买到那个2350那个特别是冠冕理财这个协会所出版的圣经。这2350节的圣经就是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好管家。你按照这样的原则原理，你就会经历到神真是奇妙神真是丰富万事都有可能别人在荒年的时候，可能你都还可以丰收感谢主，这一次我跟师母受邀去花莲参加一个福眼新生命的开幕的感恩礼拜。那这个福眼新生命是台北新生命小组教会他们得到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卓越的天国的理财家或是好管家，所以上帝就把产业偷给他们。他们得到这1800多坪的一个原来是一个客家的民宿，已经荒废了，没有用了，好像废墟一般的但是经过人家的介绍，他们就去得到这一块看起来是荒废的，经过他们用心去整理、去规划、去设计，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可以住宿、可以多元事工的平台，可以青少年梦想的基地，在那边可以住，那一边可以灵修，那一边可以退休会，那一边可以有体验活动，年轻人可以去那边户外的，无论是篮球的，无论是那个走钢索的，无论是怎么样去那个比较刺激的滑行的活动，这个地方就变成很漂亮的地方。上帝就把这个产业赐给他们，哇，整理的非常的高级，非常漂亮他们训练他们的年轻人去那边一砖一瓦有脏的地方全部要清除，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看不到一个不干净的地方，你看不到一个不美的地方。我昨天讲说，像我们敬拜中心，我们旁边有的那个因为我们冷气全部换新我们把它垫高起来，但是旁边我在福眼我看到他们整个做一个安全的保护那个保护也做得非常的漂亮，很多东西就是经过他们的设计，让这个地方让人感觉上很舒服人家喜欢来，人家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手工的饼干，他们做的咖啡，他们做的 ice cream， 就是 ice cream， 就是感觉让你比外面更好。这个是一个真的属乎神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为了神的国度，为了要服务更多的牧者，服务更多的青少年，服务更多的儿童，他们愿意这样投资。天国的理财家，我看了真的是非常感动，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右上教会未来要往哪里去？其实我们要看重年轻人，我们要看重儿童。我们的敬拜中心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我们要投资估计牧师跟我开玩笑说：“陈牧师你请我到我们右上教会跟我们长子小市长分享我保证你们预算可能500万，我会增加1000万我们应该要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人家真的是很喜欢来的年轻人的梦想的天堂真的梦想的基地。我们要做年轻人事工，我们要怎么做得起来？我们没有吸引他的地方，我们做不起来的。我们儿童做不起来的。我们若是没有未来的下一代，我们未来就是没有盼望的。各位，我们应该要更多的为我们教会祷告，祷告。我们祷告，神一定会给我们恩典，神会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启示，叫我们知道要怎么做是最好的，我们要投资在哪里是最好的。有时候我们倘若是没有在神的亮光启示下，可能我们
这个东西变成的价值就是不一样的，它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早上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提到这个价值有一个歌星，我们都认识他当然年纪大一点的比较认识，惠一清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美声的歌王一个歌坛的常青树他当然真的唱歌太好听了，所以他赚很多钱。虽然他赚很多钱，但是他也花很多钱。他有一阵子因为有钱，就有人会设计他，他们常常就去打牌，反正赚很多钱嘛，有钱。结果他有一次打牌，一个晚上，虽然不是真的怎么样赌，但是还是输了3万块。输了3万块之后他就早上当然心情不是很好，那整夜没睡。那家里面又有一个人，好去买一个早餐，去买一份早餐，买了2份，总共170块。回去之后，2个人吃得津津有味，感觉非常的有满足感。后来他就醒过来了，他说：“到底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其实我需要的不多，170块让我那么快乐，那么满足感。我干嘛去玩牌玩了一个晚上，输了3万块？我干嘛要这么多的秀场赚那么多的钱，结果是输掉了？所以他改变他的一个人生的方向，他不同了。他知道，其实我们只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我们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该休息就休息。我们的恩赐该发挥就发挥。我们赚的钱也不是说我想花就花，其实我应该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有时候想说可能我要很有钱的时候，我才可以去帮助人，我才可以去爱人，我才可以去祝福别人。其实我们每一个属乎神的人，神既然把万物都赐给我们，其实我们有主当我们的牧者，我们毫无所缺，我们应该是富足的。我鼓励年轻人，其实你不要等到你长大赚钱才要孝顺父母，现在你就可以了。你做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表达，你可以祝福别人，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不一定要我要赚很多钱我才可以贡献给我们的教会。其实我可以按上帝给我的，我能够领受这样的爱，我能够去分享，我能够去做。其实当那个5饼2鱼的小孩拿这个饼给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一祝福可能就成为5000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各位，我们富足的灵不是在于钱多钱少，而是在于你的爱多或是爱少。世界最有钱的现在可能不是了，比尔盖茨，他有人跟他讲说：“哇，你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没有人比你更富有。”但是说不对，有一个人比我更有钱。当他那时候是世界首富的时候，人家问他说：“有一个人比我更有钱。”这个人他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还没有是世界首富的时候，当然赚钱，常常出差，到处常常坐飞机要到国外去。他有一次在机场想要买一份报纸，结果口袋里面都没有零钱，要买一个报纸这么大的钞票不好意思。结果他找不到的时候，那个卖报纸的年轻人说：“没有关系，我送你。”他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多少钱，他要送我，他也感谢他，就拿了这个报纸。有一次他又到机场了，又碰到这个年轻人，他要给他买报纸，结果里面还是没有那个零钱。他又送给他说：“不好意思我不能，你上次已经送我了，不能，我一定要给你买。”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赚的，我可以把我赚的给你。”他就拿走了。到了他后来越来越赚钱，他成为世界首富。他想到这个孩子，他要去机场去找他。
后来真的找到了，他跟他年轻人跟他讲说，年轻人，谢谢你我2次到机场我都没有零钱，结果你都送我报纸我要感谢你你需要什么我愿意给你。但是这个年轻人说对不起你是到了世界首富的时候，你要给我什么？这样其实我在我能给的时候我就给了其实富足不只是许多钱，而是我们愿意给。哇，他听了真的是很羞愧，很感动。所以这个比尔盖茨，他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不是他。他是有钱才给，他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愿意去给。他就是世界最富足的人。所以这个比尔盖茨后来就变成一个我们这世界上在世界上最伟大，现在就是付出最多的一个慈善家。他跟股神巴菲特2个人都是他们很有钱，他们赚很多钱，但是不只自己用，不只是留给他的后代子孙用，他是给需要的人用。所以这个股神巴菲特跟他是好朋友，因为2个人都做慈善。有一次巴菲特要请这个比尔盖茨吃饭，结果去哪里吃饭呢？去麦当劳吃饭，去麦当劳吃饭。而且吃饭的时候，比尔盖茨真的吓一跳。这个股神巴菲特在柜台结账还拿出一个折扣券虽然折扣券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也使用，表示他很节省，能省则省。各位，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天国的理财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管家，我不是我是拥有人，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要怎么用怎么用，我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用，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用，我要为主而活，我要为了主的爱去爱。各位，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理财家，我们要按照他的真理来做。神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东西要给你。神说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感谢主，我们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天国的理财家。我们不是好像在世上一个天才的理财家，天才的理财家你赚了多钱，但是不一定就是天国的理财家。张文亮医师是一个可以说现在基督徒的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激励人的文章、感动人的文章很有深度的文章，他出版了很多书。他讲了一个故事，他的标题是说高明的赚钱术吗？他是要吸引我们注意，其实不是。他讲到他在高一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2个就很要好。但是这个同学很奇怪班上的排球丢掉了，他拿钱出来赔同学这个笔没有墨水了，他帮他装上新的墨水大家一起吃水饺，大家都不讲话，但是他都帮大家付钱他在那个教室里面这个粉笔写的整个黑板下课应该要擦值日生没有擦，他就去帮他擦，所以他当了3年的清洁股长。张念医师有一次到他家他的同学的妈妈告诉他说：“文亮我的儿子是送财童子他以后怎么存钱呢？
文亮啊，你是他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够多多的照顾他。他跟你讲说，伯母没有问题，你放心，我会的。那一年他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结果家里只好把他送到美国去读书。但是在美国之后，他开始很会读书，认真读书。他考上这个 UC Berkeley 很好的学校，读了气管的学位，后来就做生意，他赚钱好像流水一样的，哇！张文亮医师说，他毕业40年，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还是到处送钱，他送越多就赚越多。有一次好同学聚在一块，他说：“文亮啊，我想给你10万美金，好不好？”那个张文亮说：“我们的友谊值10万块的美金吗？”他意思说，好像我也不需要你，你何必如此呢？但是他说他在他身上看到真的天国的原理在他身上，他是天国的理财家。上帝说：“高明人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必定永存。”这是以赛亚书32章第8节。高明人，希伯来字叫做拿大尔，但是以面人叫做拿贝尔，差一个字 ，a 改成 e， 但是意思差很多。这个高明人，这个有智慧的人，有聪明的人，他好像那个他的枝叶都有水分，他可以含着水分，好像耶利米书说的，他是在西边的树，纵然是干旱的时候，它的根应该扎得很深，所以它能够照死结果子，而且结果子不停息。但是这个一面人，就好像我们现在插的花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其实它被割断了，它的水分会慢慢流失，慢慢流失，后来就会枯干。各位，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已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赎回我们，他把我们赎回，他就是爱我们，我们是他的爱子，他愿意把一切都给你，他愿意把万物白白赐给你。其实在这世界上，我觉得有的人管多，有人管少，但是无论是管多管少，赚多赚少，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好管家，成为好的理财家。当我们管得好，再小的尽中，神会把大的给你。你在少少的，你就很尽忠，他会给你很多。张文亮医师这个同学就是这样，因为他给的多，上帝就有更多的给他。我们一定照天国的原理去做，各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牧师跟我们讲天国的理财家，我们有没有盼望成为天国理财家呢？没有吗？不希望吗？希望吗？你愿给的更多，上帝给你更多吗？那我们就是要知道天国的原理，就是一个这个给跟得的力你能够给出去，你就会得着；给出去，你就会得着。上礼拜我在讲说，我看了一个那个文章，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愿意先给出去，我们就能够得着。我就讲了一个有一个人在卖鱼缸嘛，卖鱼缸，他想说在这个地方卖鱼缸，他买的这个差不多是500个鱼缸，他准备要卖，但奇怪的是没有人买怎么办呢？有一天他灵机一动，他知道有一个卖金鱼的他一下去就给他买了500条的金鱼。哇，那个卖金鱼说，怎么有一个人会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就跟他讲，我要买500条的金鱼，然后这500条金鱼要送到哪里？他说要送到你家嘛？他说不是，你这500条金鱼你送到我们这个村庄的那个小溪当中，你就把它放下去。他以为是要放生，他不是那你干嘛？放下去就没有了，没有关系了，你就照我的话做，我钱一定会给你，我给你买的就是给你。结果当他一放下去之后，
哎，这个村庄的人就看到，哎，这个溪流里面怎么有金光闪闪的，有这些鱼这么漂亮在游，哎呀，他们就赶快去捞，啊，有人捞到一条金鱼的，放在这个大的那个碗上面，但是这个不行啊，要养啊，要鱼缸啊，就赶快去买鱼缸啊。那这个买那个买，后来，哎，他500个鱼缸全部卖完了，啊，他给了500条的金鱼，小金鱼。他卖出了500个鱼缸，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当我们愿意给的，神就多给啊。神向谁啊多给，他就向谁多要。各位，这是一个天国的原理，这是一个天国的原理。好像这个张医师的同学一样，他能够给出去，为需要的人他给出去，神就赐给他。好像巴菲特一样，好像比尔盖茨一样。虽然我们不是像他们那么有钱的人，但是我们是可以的。好像那个小报童，他可以给的，一份报纸我都可以给的。各位，我们无论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亲人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了我才要买什么大东西要送给父母亲，我现在就可以为他做什么，我就可以给。当我们能够有一个富足的心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是富足的，我们的眼光是不同的。早上我们在早祷的时候，我就特别看到有一个刘统牧师写的故事，他在讲这个蔡淑坚，就是暗示之后这个作者，他一出生他就是不能见光的人，这个人在别人眼中看的是很可怜的人，他不能见光，所以他一定要在暗示当中。看来是应该要埋怨的，看来是要绝望的，看来是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因着神的生命到他里头，他没有埋怨，他只有感恩。他说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有这个遭遇？神啊，我为什么这样？他从不向神问为什么，他每一天问神说：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他能够写出很感人的文章，他生命的见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很多的传言到他的地方，很多的软弱人到他那个地方，很多人迷失的人到他的地方，跟他讲话之后，生命得着改变的，他成为一个新的人，他的人生多么有价值。这次我到了花莲，除了到了黑暗部落到了福源回来特别去丰田赞美教会，感谢上帝，这个教会是令人感动的教会。我们会邀请他们的年轻人也到我们当中来做见证这个牧师高牧师，他的爸爸也是牧师。过去原住民的地方很多女孩子被卖掉，很多人被性侵，很多人走在迷失的路上，很多人人生是绝望的。这些人他都把他带过来，他就养他，他就给他一口饭吃，他就给他信仰，他就鼓励他。到了他的这个爸爸要回去的时候，他跟他媳妇讲说：我好媳妇啊，你公公所做的这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感动，我把它交给你，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要给他一口饭吃。所以这个乌牧师就是在压力再大可能物质再缺乏，他就咬紧牙关，他能够靠他的巧手做公益赚钱，他就是要养这些孩子。他们的爱心真的令人感动，神必定会纪念他，神会垂听他们每天早上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理财家，我们不只是向外面的世界，我们还可以祷告。当你祷告，神垂听，神会差派天使帮助你。他在困难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就好像那个乌鸦就会这个怎么样叼着肉来供应他。他在几年前，因为福基教会刘牧师去帮助他，他整个教会开始复兴起来，年轻人开始进来。台东大学的棒球队，很多的孩子都很坏，品格不好，讲话不好听，而且习惯不好品格不好，行为不好。但是到那个地方了，
被他的爱融化了，生命改变了。回到球队，教练说：“怎么那么差别那么大，改变那么大？”神就与他同在。他们这个教会现在上帝就赐福给他，他们祷告，神就垂听了。在几年前，神透过一个高雄一个姐妹的感动，为他们捐献了2000万。捐献2000万，他想说是诈骗集团嘛？开玩笑，2000万哪有这么多的？他是大企业家嘛？结果去拜访他，不是不是大企业家，但是给了2000万，好像加利利宣教中心师母见证了，从台中一个姐妹，神差他奉献了2000万，他不是一个大企业家，他不是大富豪，但是神的工作就是这么奥秘。他们开始买了土地，现在要盖一个青少年的那个训练中心，是一个梦想基地。我们看见上帝在做事很奇妙。各位，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天国的理财家，成为一个好管家，按照神的真理我们去做。我相信你一定会经验到神。我们不一定做什么大事，但是当我们按着神的原理，按着圣经的原理，你要读圣经，你要祷告，而且你按着去做，我相信你必定要经历它。我们不一定是比尔盖茨，不一定是巴菲特，我们不一定是新生命小组教会，但是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来祷告，凡事都可能。主说：“我们为他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田地的，我们在今世要得100倍，来世要得永生。”我相信神是要赐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成为一个好管家，成为一个天国的理财家。神要借着你，使用你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恩典的出口。好吧，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你生命不计代价救赎我，毫无保留接纳我，因信称义，我为你而活，呼召我，呼召我，分别为圣属于你的人，如雨跟随你，坚持到底，永远不放弃。一起来宣告，我要宣告，凡事都有可能。你是全能真神，是无边游走，死里复活，相信就有奇迹。凡事都有可能，心情发光交汇，改变生命，翻转这世界，国度全能彰显，凡事都有可能。你生命不计代价救赎我，毫无保留接纳我，因信称义，我为你而活，
属于你，跟随你，坚持到底，永远不放弃。举起手来说，我要宣告，凡事都有可能。你是全能真神，是无边有从此领我，心中有奇迹。大声宣告，凡事都有可能。信心把光照回，愿生命翻转这世界，国度全能彰显。凡事都有可能。各位弟兄姊妹，凡事都有可能，相信就有神迹。我们确信神既不惜他的独生爱子，将他白白赐给我们，他要把万物白白赐给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领受1000、2000、5000，我们要再赚1000、赚2000、赚5000，让我们成为好管家，天国的理财家。好不好？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看见神的荣耀在我身上，在我们教会当中彰显出来。我们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真神，全能的真神，万事都有可能，相信就有奇迹。主啊，虽然在疫情当中，在风险当中，你要让我们经历丰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神，你给我们是主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将你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愿意能够去发挥，我们愿意运用，我们愿意放在神的手中。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恩典，领受祝福，我们成为主的管道，成为恩典的出口。兴起我们，兴起我们，主啊，让我们教会能够兴起，主啊，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能够兴起。主啊，感谢你。凡事都有可能，你是全能真神，是无边有从此领我，相信就有奇迹。无边无数，凡事都有可能，奇迹把光照回，改变生命，翻转这世界，国度全能彰显。凡事都有可能。是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居住这块土地，在地如同在天。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的理财家。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管家。主啊，你已经把万有都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万有都是你的。主啊，你要给谁就给谁。主啊，虽然是遇到了疫情，遇到了荒年，但是主你仍然可以让我们丰收。主啊，我们要恳求你，主啊，你要赐福你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活在你里面，真实
为你而活。主啊，你是全能的真神。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主啊，你可以使无变成有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也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弟兄姊妹，可能在危难之中的，主啊，在困境之中的，你要让他们领受从你来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已经成就一切，借着你的十字架。主啊，我们可以支起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突破，让我们能够突破。主啊，让我们教会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按照你的真理去运作。我们相信，我们必定看见神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将我们这一次再一次交托给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耀，能够成就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执事来说奉献。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殿中敬拜，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得着信心，我们能够奔跑神喜悦的道路。我们带礼物到他面前来感谢他，来尊重他，请我们执事来收奉献。感谢上帝，他爱我们，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他的救恩，让我们和世人不一样，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日子，我们是充满的盼望，充满了感恩。我们愿意说，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按着真理而行的人，让我们为主而活，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让我们被我们的神赞美，我们是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奉献诗。我将所有献给耶稣，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到主，日日常与主同行。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愿我们今天的奉献成为馨香之祭，蒙你的悦纳。感谢神，神把平安喜乐赐给神的众儿女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我们要唱自我差遣。愿
们可以平安去。愿你们成为天国的理财家。神给你们2000，要再赚2000；5000要再赚5000，使你们成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祝福的管道，恩典的出口。愿耶和华赐福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们，施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阿门。请坐。